诗篇100篇4到5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到神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我要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跟你看得到的人前后左右跟他说，很开心跟看到你，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好，经过1周，我不晓得你们开心吗？还是在忧愁中？但是没有关系，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的时候，神说我们要开口赞美他，我们要开口称谢他，因为他要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拯救。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生欢喜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生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诗篇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呢，我们要大声开口的赞美神哦。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谢谢你，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生欢喜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生欢喜快乐。所以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因为我的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无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所以我们要开口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
给我们的神。感谢主，跟你前后左右的说，主要成为你永远的帮助，主要成为你永远的帮助，因为他的爱从亘古到永远，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不像我们是选择性的。我看她漂亮，我看她很厉害，所以我喜欢她。但是神从来不看你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们没有很好的歌声，或许我们没有很好的言辞，但是主，我依然都要心坚定于你，我依然要歌唱神你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要向世人诉说神你对我的恩惠，我要数算神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这首歌。我要歌唱，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因为他圣经应许，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我要邀请你将你的难处，将你觉得你很不知所措的地方告诉神，他随时都在。因为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因为你成就从你古时就所定的。我相信神你这个应许要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放在你跟我的身上。我相信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事，以至于我可以站立在这里宣传神你奇妙的作为。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要成就奇妙的事，所以你可以无条件的来到他的宝座前跟他说，你可以无条件的跟他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可以开口歌唱，以至于我可以开口称颂你奇妙的爱。我要歌唱，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压伤的芦苇，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
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他的爱，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所以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亲爱的爸父神，求神你来引导我们，因为我要深信的是，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是未来，是有能力的，在高天，在深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拦阻你来爱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拦阻神你爱我们爱到底。主，谢谢你，我们要将这一切的赞美归给你。谢谢你，求神你来悦纳我们，求神你来接纳我们在你圣殿当中的敬拜。孩子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依然站立，一起攻读《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请坐。现在一起来读请应文，请应文第36篇，请应文第36篇，在后面圣诗的第1005页。我来请会众来应。听吧，智慧在呼唤。他站在路旁的岗上，他在城门口。人类啊，我向你们诉说。你们幼稚吗？要学习机智。你们愚蠢吗？要追求见识。听啊，我的言辞美妙。我的话纯正。在上主造化之先。在亘古就有我。在太初大地成形之前。我就被立。在海洋尚未出现。在有浩瀚的水源之前，我就出生。在大山没有被造。小山还没有立足，我已经存在。那时，上帝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连一小撮尘土也还没有。他还没有安设天空，还没有在海面上画地平线。我已经在那里。上帝在天空布置云彩，在海洋开放水源，为海水定界限，不使它越出范围。在他为大地奠定根基的时候，我已经在
我在他的旁边像一个建筑师，是他每日的喜乐。我常常在他的面前欢笑，喜欢他的世界，喜爱世上的人。年轻人啊，现在要听我，照我的话说，你们就有快乐。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要明示，不可拒绝。要听从我话的人，多么有福啊！他天天守在我门口，在我家门边等候。找到我，就是找到生命。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唱诗歌敬拜你。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并且可以应用在生活上，使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一步也不偏离。求你帮助这次的疫情，医治那些已生病的人，并保护所有不受被疫情影响。求你挪去我们的心中恐惧，当我们继续信靠你的时候，愿你的盼望、喜乐和平安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再害怕。求你高抹牧师的口，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明白真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记载于新约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在新约和合本新约98页。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灯、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愿上帝赐福听他话又去行的人。正道，今天的题目是誓言是光，请吴牧师。大家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也与线上一起参与这场礼拜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在早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庄富华姐妹，如果算年纪，她今年是38岁，她是台中人。她在国小4年级之前是一个成绩优异、快乐无忧的小学生。有一天，她家的楼下失火，全家一氧化碳中毒，然后唯独她最严重，他们家她最严重。他在医院里面昏迷了许多个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瘫痪，那个伤到脑的神经，双眼失明，他的嘴巴发不出声音，全身只剩下听觉，耳朵他可以听见。而他的妈妈就辞掉工作，在家全心陪他。全家的爱与鼓励就像一道光，让他在黑暗中不致惊慌失措，并且之后他走出哀痛与自怜，努力的学习。因此，庄富华姐妹她在成长的历程里面，后来她就发现，她可以用点头或者是眨眼来的这些动作，配合注音的沟通板来跟人沟通。或者她也发现一件事情，她还可以动头
所以他用他的头去敲打电脑的摩斯电码的沟通板来打字。所以他是跟人家沟通，他是用眨眼或点头的方式来沟通。然后呢，如果他要打字，他要诉说或学习，他就用电脑。居然透过这样，就只有这样，他居然可以完成了高职的学业，还创作了100多首新诗。而现在他正在学画画，以及学音乐，甚至他还能够透过沟通来关怀那些同样陷落在苦难中的人。就好像他所写的诗，他是这样写，他说：我的身躯虽然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所在，我的心却像一只彩蝶飞舞在青草地上。庄富华姐妹虽然失明，她却能在黑暗中逐梦、追梦、圆梦。为什么？因为她心里面有光，而这个光是来自于她的家人，来自于她的亲友，来自于她所遇见的老师，以及上帝的爱。透过这样，在他生命里面生出了那源源不绝的力量。反观现在有许多人，他们眼睛看得见，但他们的心却瞎了。他们活在各种不同的黑暗里，贪爱世界，自以为义，享受罪中之乐，忘恩背义。路加福音11章35节到36节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所以你要注意，免得你里面的光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事实上，光正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非常著名的比喻。主耶稣除了光之外，事实上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深的另外一个是盐。在马太福音当中，当耶稣在山上宣布8福之后，他紧接着就对这一群学生听讲的学生这样说。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照希腊文可以翻成你们就是盐。换句话说，不是做光做盐哦，不是哦。耶稣说，要跟随他的人，我们的本质就该是盐，就该是光，是我们的本质哦，是基督徒的本质，是跟随他的人。当我们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本质就是光是盐。耶稣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做，没有，也没有一个步骤。不过这里我们如果仔细读，我们就可以读到，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改写成我们是地上不是单为自己存在的盐。因为为什么地上的盐表示什么？我们不是为自己存在的，我们还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身处的人群存在。那时候当盐才有意义啊，对吧？如果我们单纯只有自己咸没用，我们的咸是要别人。所以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有一个需要有一点点理解，因为现在的盐多半是出自于海水或盐湖，经过蒸发、结晶、提炼之后不会失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盐就是盐啦。但主耶稣所说的盐是当时巴勒斯坦一带的盐，
当时多半都采自于死海旁边的岩柱。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那个有那个岩柱，那时候在死海旁边非常的多，而他们大多取盐，大多取自于那些。当时这些盐还有一些化合物，因此如果收藏不当，那就会容易让水把它溶出，就变成没用的东西，它会变成一个无味的粗沙。既然没用，就会丢在外面，任人践踏。跟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不太一样。古时候那个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强调无盐的生活，最好吃原味。但过去的人，他们的时代不太一样，因为过去不论是农作、放牧，只要是工作，都需要付上大量的劳动，而当时的人特别需要盐来补充，而这就是盐的首要用途。盐能够做什么？第一个，盐是调味，有味道，同时它也是补充人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基督徒要有味道，这是第一件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指我们的汗味或口臭，不是，而是要有人味。我们会考虑每个人特殊需要与软弱。如果我们要当人跟人之间，当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盐，那就是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寻求调和之道，补充所流失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会退让以及祝福，有一颗体贴温柔的心，寻求合一，了解到虽然我们彼此的意见会不同，但却因圣灵而彼此顺服。其次，盐是什么？盐能够做洁净以及防腐。失味在原文里面有变愚蠢的意思，所以耶稣一语双关，他告诉我们，盐若失味，就好像人变愚蠢。而在今天这个是非黑白、价值观混淆的世代里面，假消息频传，就好像我的岳父上个礼拜就接到非常多中华电信告诉他说没有缴电话费，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如果没有缴电话费，就不会有人打电话来了，电话一定断掉了。所以，请千万记得，许多的假消息，其实它都有目的的。因此，我们不能全然相信所有讯息的来源。我们可以运用某些辨识的步骤。第一，对耸动的标题跟内容保持怀疑。第二，我们可以调查这个消息来源管道，看可信不可信。第三，我们可以查询相关的报道。第四，如果你要转传，请传可相信、可信的讯息。第五，请使用网络上可查证的管道，就好像赖官方提供的赖讯息查证一样。而这是一方面叫做消极的防堵，让我们不要变愚蠢；但积极的是让我们在我们所在之地得以洁净。因此，我们真需要圣灵的帮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拥有的职分上，勇敢智慧的说真话。就像保罗所说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凡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该留意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拥有无伪、备受敬重的尊严跟彼此的尊重？我们有没有寻求起码的公义平等，让人无可指责？事实上，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不用装可爱，我们也自然可爱；不用装，人们自然就敬爱。地上的盐，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可以翻成特别美善的人，所以跟保罗要我们留意生命这些生命样态，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因为上帝国的子民，就是我们要在我们所活的地方增添风味。所以盐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没用就是没有味了啦，没有味道了。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活出味道来，这正是耶稣用这句话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事实上，这同时也都是我们的挑战。身为长老教会牧师，我经常需要参与非常多的会议。我要告诉大家，许多会还通常很冗长，曾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会回避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事实上，到现在我还是啊。但是，即使在议事里面，也会尽量避免开口，让那些懂法规、会说话的人来说话。因为我自认我不太会说话，所以你们看我一定是讲稿是每一个字都把它打上去。因为我认为我是不太会说话的人，能够做的笨方法就是把每一个我要讲的话写完。而事实上，后来我因为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的这一节而改变了想法。我心想，主吩咐我要当盐，要是盐。而上帝要我此时担任此职，参与其中，必有他的心意，我就当尽力参与，不用过度去考虑我认不认识法规，不用过度顾及别人的眼光。倘若我还清醒，只需直说，如果说错，自然而然有人会纠正，认错改过就是了。主耶稣接着这样说，马太福音第5章14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古代巴勒斯坦主要的城市，像耶路撒冷、像米吉多，为了防御敌人、控制交通要道，大多都盖在高处，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路加福音第11章第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此，这耶稣告诉我们门徒的另外一个本质，那就是要是世上的光。换言之，不是为少数人而已，而是在该发光的地方，该产生亮光的时候，就需要发光。事实上，我相信没有人会在白天点灯，而我们现在的点灯是因为我们在室内，所以我们在这里点灯。因为唯独在暗中才需要点灯，而很特别的，即使再暗，如果你点起那个小小的灯火，只要小小的就好，都无法掩盖得住。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虽然很暗，但是只要点一点点的火光，有时候
就会照亮，在黑暗中照亮了这整个的内容。事实上，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来看，真正的光是来自于上主，就好像诗人曾经这样说。诗篇第36篇第9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然而，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来自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所宣告的。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耶稣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出现，他向我们发出一个爱的邀请。当我们认得他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跟从他，走上这条相信他的路，上帝将会因着他把我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我们就会得着自由、生命与亮光。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了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争论说：“这个人失明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有问题？”耶稣说：“你们都说错了，都不是。”约翰福音第9章第3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这人失明，看起来好不幸哦，但你怎么知道上帝将要在他身上显出的作为？他就是要让这人以及所有认耶稣为主的人有新的看见。当主耶稣在安息日，还是在犹太人的光明节期当中医好了这个失明的人，生来就失明的人。由于这个人的失明，这个人盲人，在圣殿里面众所皆知，因此就引来了宗教领袖一再审问：这是真实的吗？还怀疑调查这个人的身份，找了他的父母来，他们疑东疑西，却让他真正看清楚这一群犹太宗教领袖的嘴脸。因此，这个人不止肉眼看见，连他的心都信了耶稣，这就展开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约翰福音第9章39节，耶稣用这段话来为这个事件做了总结。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耶稣说这句话，其实正在挑战我们在场所有能看见的人。我们到底真正看见了什么？而这就像耶稣在这里路加福音第11章34节所说的这句话。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当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当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就在众人质疑跟试探的异样眼光当中来说这句话，因此他意有所指，他要告诉这所有围观的人、围观的群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并接受耶稣所带来生命的光。而耶稣所带来生命的光，指的不只是肉眼，它指的更是人心。我们的心若光明磊落，就会看见耶稣医治所带来的美好；我们的心如果暗，就会开始无恶不作。表面看起来好好的，但事实上心里面
就会开始八卦，开始抗拒，甚至污蔑、试探，这些全部现身。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光隐藏不住。我们跟随他，就要遵行他的话，去成为光明之子。当我们行事为人光明磊落，不再活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有上帝的光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生命所能发出最大的光，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照约翰所讲，我们生命所能发出最大的光，其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那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他不会使人失足犯罪。因此，人能够点起来的，真正可以点燃的，其实正是爱。大约是1882年，甘维林牧师巡回宣教的时候，他来到台南盐前这个小村庄。台南盐前是关子岭，如果我们知道关子岭，就知道另外一边叫做盐前，它是隔一座山而已。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失明的人，叫做温旺。温旺被人介绍来到盐前教会来问道理，并且在那里甘维林牧师为他施洗，使他得救。一跟他接触，甘维林牧师就知道他是一位聪明的人，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眼睛很明显就是被人挖空而失明。他提到自己的故事，温旺提到自己的故事，他说10多年前，在乡下附近的路上，有5、6个人突然间从树丛当中跳出来，就把他拉倒地，并且挖去他的双眼。据他说，这应该是附近一伙恶霸头子吴志高所做的。而那个部落前后那10几年来，有100多人都遭受到他的凌虐。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当这个温旺他接受洗礼，并且他得救之后，他不但原谅了他的仇人，并且还特意的跑到吴志高的面前，要传福音给他。虽然后来遭受到拒绝，但甚至最后也遭凌虐而死，但温旺确实活出基督徒的本色。我相信温旺的故事一定放在甘维林牧师的心中，因此当他有1年7年后，当他休假回到苏格兰的时候，他在他的书上分享了温旺的这个故事，而分享这个故事得到非常大的回响，包括曾完成最早盲人圣经格拉斯哥人 John Austin 的女儿。甘维林牧师估计，当时在台湾以及中国的闽南地区，约有25000名盲人，而多数的盲人不是当乞丐，就是当算命的术士，也有少数受雇去捣碎稻谷、踏水车、制作篮子等等。当时做乞丐的人数是最多，而命运最苦的，则是那些长大成年之后，被人用强暴的手段导致失明。当时甘维林牧师为了纪念温旺，我们也可说他是为温旺报仇，展开这个事工。
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报酬跟别人不太一样。基督徒的报酬是因着爱，用爱来报仇。所以，当甘维林牧师他回到英国，除了出版这本书叫做《台湾宣教的成功》这本书之外，他还准备了盲人专用的福凸版书，筹募了盲人事工的基金。英国圣经公会提供印福凸版马太福音的费用，格拉斯哥的自由教会学徒传道会募款，提供台湾盲人事工的使用。1889年，甘维林牧师一回到府城，就是当时的台南，他就开始预备开设盲校。当年的11月，他雇佣了一个人叫阿言，他为盲人的书刊来工作。1890年的隔年的6月19号，他向教士会报告，已经筹募了盲校60英镑、50英镑。1890年报告11月，当年的11月4号报告，他雇佣了基仲为盲校的教员，每个月的谢礼是5块。1891年9月12号，他就租下洪公祠设立盲校，而这个盲校的名字就叫做训诂堂。这个诂是古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盲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专门提供盲人来得到教导的一个地方。租用5年，年缴60元。1890年，台湾改隶日本，因动乱而盲校暂停。1897年3月，他承租的洪公祠还了屋主，而甘维林牧师转去劝日本政府来成立官办的盲校，而这就是今天全台湾的第一间为着盲人设立的启聪学校——台南启聪学校的现址，就是在今天台南市火车站附近一个过去叫做博爱路，现在叫做北门路的路上。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这样说：哥林多后书第2章15节，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读来。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保罗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当时罗马军队战胜之后，他们会凯旋列队入城，接受群众的欢呼喝彩。当他们入城之后，他们就会到异教的神庙里面献祭，而祭司就会焚香来表示欢庆。焚香的这个香气就会弥漫全城，久久不散。对罗马人来说，馨香之气代表得胜庆典的味道，但对排于行列后的战俘而言，这个味道其实是死亡的味道。保罗是用这个味道馨香之气来比喻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记得要有味道，要有基督馨香的味道。因为我们是基督战胜撒旦之后献给上帝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世上，无论是盐是光，是山上的尘是灯，都应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持续发生作用，持续有味道。请问，这时候其实我就要问，请问你的味道是什么？请问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你起了怎么样的作用？事实上，每个人都起了作用，只是在我们知道或不知道。我们以为
那是没用的。但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非常有用。就好像我去看贾爸的妈妈，她100多岁了，我说她现在就像婴孩一样，就像人一开始的婴孩一样，她全然需要人的照顾。而贾爸呢，也愿意这样付上。有用吗？有用，因为它正呈现了上帝放在我们当中那绝妙的爱。因此，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这时候上来，带领我们来吟唱刚刚敬拜的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歌唱的时候，当我们活着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有用。即使世上的人都看起来没用，但我们只要在，就有用，就有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站起来，透过这首歌来敬拜他。我要歌唱，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他的爱，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要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要我们是光是盐，是世上的尘。主，我们深信你把我们摆在那里，必有你深切的爱与期许。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之地尽我们所能，展现你要我们在那里的光与作用。求主帮助，当我们能歌唱的时候，我们就尽力歌唱；当我们能去爱的时候，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即使在黑暗的地方，在敌对的角落，主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学着去爱，去聆听主你要我们在当下所发出的作用。求主与我们同在同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一次，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我要歌唱天父无限恩惠，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主，谢谢你，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也不吹灭，他的爱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伪，永远信实的慈爱。慈爱，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彼此爱隔绝。他的爱为我罪定十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彼此爱隔绝。亲爱的主，谢谢你引导我们，因为你的爱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隔绝你爱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请邓雅中执事、许涵训姐妹来司献。请起立唱奉献诗。
在报告前，请翻开周报首页，我们来攻读今天的金句。我读一次，请会众读2次。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哥林多后书2章15节，请。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哥林多后书2章15节。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上帝的。哥林多后书2章15节。翻开周报的第1页、第2页。本周及下周服事人员、教育部课程、周间及小组的聚会，请会众自行的参阅。主日奉献明细，如果有错误的话，请洽长职或是6楼办公室。翻开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下主日，第1点为基甸会主日，欢迎陈家生长老来本会正道分享，请为其事工代祷奉献。教会消息第1点，2023年长职预选票还没有领取的在籍会员，请至6楼办公室领取。第2点，7月24日第1场礼拜颁发2021圣经速读奖励，名单如下，请会众自行参阅。第3点，7到9月新眼光，追求美善，属天价值，欢迎兄姐至办公室领取。肢体消息第1点，本会宋继堂干事的太太王诗丽姐妹将于7月12日在台北荣总进入甲状腺切除手术，请为手术顺利代祷。其他消息第1点，互助社理监事会于今天中午12点在701室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代祷。礼拜在改变形式的一个历程，所以有许多或许还不是很好的地方，我也要邀请大家可以私底下来给我们建议，并且在这个处理华语礼拜，特别是这些细节上，可以有更多改进的空间。那我首先要邀请大家特别为年轻人在今天开始所展开的夏季学校的预备，以及13号开始在我们教会的夏季学校来祷告，求主保守，让他们在这个礼拜所展开的所有的服事，都有上帝丰富的恩典与祝福与他们同在。同时，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的话，请你来为年轻人预备在8月中旬要到三民教会来服事的福音队来祷告。我们可以指明为福音队祷告，而为这个福音队祷告，除了为年轻人去到三民教会这个福音队所有的费用奉献之外，如果有剩下的，我也有跟小慧报告过，我也期待剩下的就为三民教会来奉献。三民教会是我们教会已经相当久以来的姐妹教会，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个福音队，同时为他们奉献，也求上帝保守，让年轻人进到三民教会的历程当中，一切都顺利。这是第一件要跟大家报告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从这个礼拜开始会开始邀请大家来做约定奉献。我没有那么爱引用，因为许多牧师喜欢引用撒迦利亚书来告诉大家说1/10奉献，就好像上帝会从天上这个开天窗
倾倒祝福给我们。对，没有错，在旧约里面是有这样的记载，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没有那么爱，因为那一段经文其实常常会让人误解，以为11奉献就是要换取更大的祝福。我要告诉大家，奉献其实就是奉献，奉献代表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有多少祷告交托，就奉献在那里。所以我会邀请大家来做约定奉献。我们的奉献，每一笔的奉献，我都会看成是有许多人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以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为教会祷告的话，就请你来进行约定奉献。100块、50块，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一个月愿意有多少交托，求主使用，并且让这些成为汇集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更好的一个历程。因此，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会开始邀请大家来做约定奉献。我们衡量我们自己所可以的，并且将此作为约定奉献，对教会来有这样的祷告，交托与教会，让教会真能成为宣扬上帝话语、分享上帝爱的地方。这是第2件事。第3件事情，我们在上个礼拜开始，我们也做了小组的改变。我要特别邀请大家回应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每个礼拜至少参与1场礼拜，参加一个团契或小组，并且能够参与一项服事。邀请大家在我们教会里面一起参与，让我们教会显得更为美好。颂荣圣诗第390首，赞美天父万福本源。颂荣结束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唱全首。全能的上主，愿你无畏的灵改造我们，温柔的灵引导我们，恩赐的灵装备我们，好让我们服侍敬拜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们一起来行平安礼。